一來咧試下整翻架車啦咁，因為呢兩個嘢咧就掂落地下會有聲啦，聽聲先，所以加翻呢兩個轆。佢用舊我哋有嘅產品去整啦，啲狗臂架嗰啲，先整翻嗰啲三角形啦，同埋呢兩個架咧就屈斷咗就有呢兩個架，有呢塊木板喎，一路可以去試下整。跟住咧睇下嗰個位置咯，都大概啱，不過咧已經，所以呢啲板可以試一試先。咁佢而家因為距離太遠啦，膠片我就先試咯，通常都有膠片，咁先試咗睇下，穩唔穩陣先啦。就如果裝咧，大概就會咁樣裝，高度都仲可以再校，或者呢個架可以轉咧，都係想嚟臨時先試下先。而家就要準備8粒螺絲，或者新少少螺絲啦。再咧就係要有呢啲戒指，就固定嗰個轆咯。係咧，呢一邊咧就裝翻頭先黑色嗰個支架啦。咁我先整咗咁樣先，咧就插翻去，就攞翻個戒指出嚟。咁呢個基本咧就裝好咗咯，不過有啲彈性，就頂咗佢呢個位話會有聲，反而應該都 OK。如果唔係，你就可以揾啲嘢攝住佢咯，啲舊嗰啲飲品嗰啲盒都得㗎，或者你可以加啲彈弓喺度，就咁佢就可以即係有個轆可以用到，應該好接近。用嗰陣時喺呢個角度睇下佢嗰個用嗰個效果都幾實。如果想實啲啦，揾啲大啲轉穿呢啲金屬板，再轉多個窿就好實，都好實嘅。就一隻咧，主要都係用呢個轆嘅。好，我就可以睇下佢試用嗰個效果。工咧就係話啦，頭先係咁樣用就會有聲啦。好，多謝大家。